讨论的是那个动词句型哦。我看一下那个今天比较同步哈。上个礼拜我们那个动词句型讨论到最后一个是形容词哈，我们点进去看。好，我们其实好像还有一句没有讲到哈。我还记得那个吴老师说，哎呀，还有一句那个，我们就接续哈。我们今天动词句型的最后一句讲完就结束了，我们就接到名词句型。好，美惠老师，你有在吗？有。好，美惠老师，你帮我念一下那个，就是3还有3之1就好了，就这2个。好，3祈使句，咖喱巴哈克一定要开心。3之1祈使句，你巴哈更一定要开心。好，老师，可以哦。我想请问这2句的意思是一模一样的吗？可以一样的。没有，那它的就是上使用面咖喱巴哈一定要开心，没错。是哈，下面是看一下哈，咖喱巴哈，你把它咖喱更巴哈，咖喱巴哈更是一定要开心。咖喱巴哈可能就是要开心就好了。所以咖喱巴哈跟里巴哈更哦，这2句的中文意思一模一样嘛，对不对？对呀。那它有没那有就是使用时机的差别？就是什么时候要用咖喱巴哈，什么时候要用里巴哈更？有没有分那个使用的时机的差别？还是都可以？看情境吧。老如师你可以果是他很举个例，伤心，对。如果很伤心的人说咖喱巴哈跟古法罗做，就是一定要开心啊。咖喱哦，巴哈可能就是我们平常咖喱巴哈都给说，就是说你要开心哦，就是这样。嗯。老师，你刚刚念的时候有那个咖喱巴哈更，你把那个有另外一个是前缀跟后缀都一起加的，对不对？真的吗？你把它跟古对。法罗做也可以啊，哦啊，咖喱巴咖喱巴，哈更也是可以。哎，老师，那这2句的差别是什么？就是一定要开心呐、我们有时候在口语上就会讲咖喱巴哈跟古法罗做，就是2个前缀后缀这样加上去。哦，所以你嘎后嗯。面也可以加嗯哦，对呀。就是，来。但是你那个咖喱巴哈更跟里巴哈更是一模一样的意思，对不对？对。所以你那个有没有是不同加嘎？方言。有没有加一桌啊。嘎是没有差别，对不对？因为你都是更嘛，你把它更，哼，你把你把它它更。更，咖喱巴哈更这样，我们通常那老师，我都会这么问你，就说啦。就那嗯。个就是语法的正确性啊来看啊，你认为嘎跟嗯同时存在，对不对啊？咖喱巴哈更。咖喱嘎巴哈哈更可以啊，既然我们讲的话都是可以呀、咖喱巴哈更、里巴哈更，没所以有特可以的。别的去分，对，没有很特别去分解它。哦，那其他老师有没有他们的想法？好，那我们现在开放讨论哈，就是说那个，特别是这个2句哈，咖喱巴哈，还有里巴哈更，还有现在老师讲的第3句是咖喱巴哈更，又多了一个咖。好，吴老师，你这边有没有看法？就是说，那个再多加一个咖，在口语上都没有问题哈。我可能不会用嘎呢，才会有嗯，才会有嗯。我会说沙后面加 en 可以，沙利巴哈根这样，哦，沙我懂你的意巴哈思，根这样。我不我会说懂你的意思。巴哈根，我用沙利巴哈根才会后面前缀后缀，但是我不会用咖对喱根这样。对，老师你这样讲没有错，就是一般来讲，嘎跟嗯哈，除非啦，我们上次讲到的是被动的祈使句才会有这个现象。嗯，那
口语上可能就会有真的有咖喱巴哈更。那老师你讲是用沙，巴或者是用沙哦？沙利巴哈根这样。老师，你在看那个比较的那个第二句是不是巴黎巴哈更都古因纳？你讲的就是这个嘛，对不对？对，巴利巴哈根，对，或者是沙，对不对？沙利巴哈根、巴利巴哈根都可以。沙利巴哈根，就是沙利巴哈根是叫那个人啊，巴利巴哈根我们要让那个人这样，那个人要让那个人高兴。对。老师，那我用一样的概念哈，问你，我们一般讲是那个沙一直认哈，也可以用巴一直认嘛，对不对？对呀，沙一声跟巴一直认一样。所以这个逻辑是一样的，对不对？沙一直认，巴一直认，OK， 那他这个应该就是那个加个前缀，但是加嘎，老师你那边比较不会又嘎又摁，对，不会用巴或用沙。对对，因为比较合理了，因为嘎本身也是祈使句了，你要摁就是有就是感觉是那个两次祈使，就是说双重祈使句嘛，可以这样讲，是强。那吴老师，我问你哦，咖喱巴哈更哦，如果有人这样讲，你会说他讲错吗？还是他只是强调而已？可能是我们会说你大概你们部落的习惯用语是这样。OK， 那我会我们会说你大概你们那边都是这样说的。OK， 但是我们你如果不加沙也不加巴，黎巴哈更你也可以接受，对不对？可以接受，黎巴跟花露抓有可以接受。可以 OK， 好，那这样没错了。哎，曾燕怎么样？曾燕，嗨，9点集合。啊，我刚以为是有人举手了。好，那我们这个部分就存档哦，那应该没有问题了哈。现场有没有疑问的？就是一个是咖喱巴哈哦，就是祈使句，一定要开心哦。一个是黎巴哈更哦，也是一定要开心哦。那吴老师提供另外2种说法，一个是沙黎巴哈更，一个是巴黎巴哈更这样哦。前面加前缀，一个是沙，也可以加巴哈。好，那原则上应该没有问题了哈。好，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进度哈，就是名词句型。好，我们看一下名词句型哦。那个美惠老师，好，你帮我念哦，1、2、3、4哈，然后那个先不要念比较哈，就直接念1、2、3、4句，比较的部分先不用。好，1乌开头，乌心西及妈妈，爸爸是老师。2一开头，伊鲁玛古法希努玛古，我的太太在家。3即开头，吉嘎照古安安努玛古，我的名字是嘎照。4数字开头，嘟噜古瓦族你巴奈。巴奈的狗是3只。好，老师，他这个阿美语跟中文的翻译是有相互呼应吗？有，比如吗？有哈。嗯，好，因为1、2、3、4原则上我们平常讲话应该这个都没有太大的问题。老师，你念一下第3句的比较。好，比较。有一嘎照古安安努玛古，我的名字是嘎照。好，老师，这个我们上次其实有提到了，我只是再写一遍，就是说一般来讲我们省略了乌嘛，几嘎照应该是有要加一个乌，对不对？上次有讨论到要加乌嘛？对，比较完整啊。所以你念那个几嘎照，你再念一遍会比较顺吗？因为我们没有时常这样念，所以如果要完整性就要加。我们平常都是几嘎照这样省略掉。有几嘎照，
五吉班奈这样。如果要完整的教学，就要加一个五吉谁这样。老师你现在念一念会不会觉得卡卡的？还是你觉得念加乌不会啊，还是比较完整啊？会吗？五吉班奈我们有时候会讲五吉班奈，会告诉人家是五吉班奈紧啦这样，也会这样讲，是没有关系。OK， 好，那老师你帮我念一下第4句的比较。好，两个都帮我念。嘟噜古瓦猪你班奈，班奈的狗是3只，比较等一下，大嘟噜古娃娃你班奈，班奈的小孩是3位。好，老师这2句你念起来会不会觉得怪怪的？会啊，这边就会有点奇怪。怪在哪里？乌嘟噜，看一下，加的那个乌好不太正确，是不是？对啊，乌嘟噜古瓦猪你班内，乌大嘟噜古娃娃你班内，在这个数字就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OK， 那我懂你的逻辑，那应该是没有了。好，我们开放给现场的哈，有没有人会讲乌嘟噜、乌达嘟噜？现场有人会这样讲吗？应该没有。那个吴老师加个乌，那个他的这个句子对不对？刚刚如果是要加 o， 就会那个读入后面就要 ay 了。打读入 i 古娃娃，你本来想打读入 i 才会走打读入 i。哦，我懂你的。如果没有 ay 的打读入就有点怪。老师，我想请问一下，你讲那个乌达嘟噜爱，那个爱的话就是3个人，是不是？是3个人。3个人。乌达嘟噜 i。我懂了。所以这个不能加乌了，没有错。因为你乌后面要加名词嘛，乌后面不能加纯数字了，那这样逻辑就对了。数字要单独讲，不能加乌。说一个打嘟噜，打嘟噜咕，这样就对了哈。打嘟噜，咕不见了。咕，对。打嘟噜咕娃娃你本来，嘟噜咕娃猪你本来，打嘟噜。好，那我现在再延伸另外一个问题哈，就是一般来讲，很多人会有这样的问题哈，因为我有时候就是在听你们讲话的时候哈，你们有时候在描述那个读录跟打读录的时候哈，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差别哈。好，美惠老师你还在吗？有。好，帮我念这个数字的部分。好，数字变成数量，5数字，5位数量。句子，5个萨利嘎嘎阿公，我的兄弟姐妹有5位。5个萨利嘎嘎阿公，可以哦。可以哈。好，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哈，因为拉里玛哈，我们一般来讲哈，都会形容是那个描述是人，对不对？人，对。那我有时候就不小心听到你们讲拉里玛的时候，后面有时候加的不是人呢，就比如说拉里玛古什么，比如说瓦柱啊，拉里玛古 in beats， 你们会这样讲吗？不会啊，里玛古 in beats， 里玛古。里玛古 in beats 是正常的讲法吗？里玛古瓦柱对不对？里玛古瓦柱，对吗？对，还是拉里玛古瓦柱？里玛古瓦柱一说拉里玛也会这样呢。也会讲拉里玛。我现在很好奇说，什么时候是？因为现在已经很多人把这个标准化了，就是说
如果是讲人的话，就是重复子音加 a 啦，就是离嘛变成拉离嘛才是描述人。对比如说拉离嘛古当照拉离嘛古什么反应那样，就是只要是人的话都是用拉离嘛啊，只要不是人的话就是离嘛古啊住离嘛古 in bits。那但是我有时候听你们讲话，你们不小心会讲出拉尼玛古不是人的东西耶，所以我现在想确认一下，到底拉尼玛可不可以用在不是人的身上？或者是没有生命的才会是离嘛。有生命的有可能也是拉尼玛，是不是？没有生命的就是没有拉了，没有生命就是不用拉。离嘛古因别子，离嘛古达灯。哦，所以没有生命一定是离嘛嘛，对不对 ？OK， 你家有几头牛啦？不是这样拉。哦，所以老师，你如果说人家如果是问比那古农民数，你会说拉尼玛，你会讲拉尼玛是不是？共有多少？它会共有多少的？讲到数量，共有几头牛？讲到共有几头牛的时候，我们说拉尼玛，讲拉尼玛古古龙，讲共有几头。哦，所以那老师，我们如果讲说离嘛古肉，是不是也没有错？对呀。那到底这什么时候分？什么时候用拉离嘛？有什么时候用离嘛？有使用时机的问题吗？可能会问的时候了。哦，老师，我懂你的意思，就像刚刚美惠老师说，那个比那古龙努米数有问的时候，你会特别说拉离嘛这样子。对呀。就是在问的当下的时候，你为了这个时候会感觉到是有几头牛，这样有的感觉，有这样有感觉是有，会不会有的感觉？哦，我懂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询问到底有多少数量的时候，你就会重复子音加 a， 就拉里嘛这样子，打独路。想的。哦，所以我懂你的意思，我把它标注一下。数量的时候会说拉里嘛。对，他在问，特别在问数量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就很自然就会说拉里嘛，像比那古龙努米说拉里嘛，这样。比那吉那瓦族努米说拉里嘛，我们会。对呀，人家这样问，我们都会说拉里嘛。有共有多少个？对，共有多少个？这意思。量的会讲到量。对，没错。但是如果他没有问的话，你说如果你自己讲说，哎，我有5只狗，你自己会说里马古啊，祖努马古，你会这样讲啊，对不对？对呀。哦，如果他特别问啊，比那古啊，祖努米苏，那你会说拉里马这样子。哦，那我懂了。所以他不完全一定是只有人可以用拉里马了。如果你要强调数量的时候，你就会用拉里马。因为其实我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呢？因为我常常听到有些很会讲族语的时候，他在描述一个东西的时候，他也是用重复子音加 a 啊。对呀。那就会奇怪，不是说里马，应该是拉里马达杜路沙斯巴啊，巴比路巴比杜，这个应该都是叫讲人的时候嘛。但是如果现在你们讲强调数量的时候，就有可能会用到，会加拉，会加重叠字这样。对，那这样没错，那就是他没有说一定只能用在人身上。对呀，讲到数量了，强调数量的时候会加，它前面子音加 r， 前面加 a。对，好，那这样就懂这个逻辑了。好。我们开放后，现场有没有人对这个就是重复子音加 a 哈？就是我们把第一个子音重复再加 a 哈，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重复子音加 a。然后使用这个的时机哈，就是在强调数量的时候，所以不管是人或者是非人哦，都可以用这个规则哈。那平常如果你没有强调的话，人就是一定要重复子音加 a。不是人类的话，就是不用这样子。有没有现场有其他的看法跟意见的？
没有的话，我们就回去哈，这样也厘清了我自己的问题。好，那这样就 OK 了。好，那我们现在进入比较是我们今天可能是重点讨论的部分因为其实这个的焦点的概念你们先不用理这个焦点到底是什么意思它其实就是那个南岛语言学家在做那个我们那个原住民族语的时候，用一个很特别的名词叫做焦点焦点的概念。那它一般会有主事焦点、受事焦点，还有工具焦点，还有处所焦点。那个其他族群的话，像那个太鲁阁族、泰雅族，还有受惠焦点。那个总而言之，他们很喜欢用这个焦点来形容一个句子的那个一种那个描述的那个重点。但事实上我不能说它有问题啦，因为事实上我们私底下有跟几个就是对语言学有研究的发现这个焦点其实有一点用错像比如说工具焦点或者是处所焦点其实它不是动词，它是名词那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要写那个论文可以针对这两个东西可以切入写因为你可以把那个整个南岛语言学的那个焦点，特别是工具跟处所焦点，把它当动词句型来思考这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他们少了一个乌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就可以看到。好，那我们就沿用这个概念就是说这个焦点我们就阿美族它不是只有工具跟处所它还有人物动作它也有受事。还有受事那个，其实那个南岛语也有受事，还有工具，我们的工具跟因果是一样的概念还有处所跟时间大概这5大类那我们就从第一个部分那美惠老师，你帮我念那个人物焦点的每一个句子都帮我念一下。好，人物焦点。乌吉妈妈古米登伊来读拉六，听歌的人是爸爸。下一句，乌金拉古古曼奈读弟弟，吃肉的人是他。下一句，乌吉嘎照古祖米嘎耶伊拉兰，在路上跑步的人是嘎照。下一句，乌拉阿法基古马乌拉海杜尼阿娃娃。喜欢这位小孩的人是那位叔叔。最后一句，乌吉伊那古马夫蒂爱伊鲁玛，在家睡觉的人是妈妈。OK， 好，老师，你用你的语感这5个句子都正确吗？还有它的中文翻译？正确。正确好，那人物焦点我怕大家比较不了解我们刚刚前面有所谓的一般名词一般名词就是非构词的词汇那我们这边的焦点名词就是它用构词的方式创造出来的词汇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你看那个看这个咪登一赖这个登一就是听嘛，那咪登一赖就是听什么什么的人所以你看这句话叫做咪登伊赖杜拉秀就是听歌的人是这样子。同理下面都是一样，它都是用构词的方式，什么什么的人，什么什么的人就变成这个人的焦点人物的焦点。好，那个我们先给吴老师再开放给现场，我们顺序先这样，我怕现场的人就是比较不好意思回复那吴老师。这5个句子有没有错误，或者有地方需要修正的？没有错误，但是习惯上不是这么说而已。对嘛谁在听歌啦？这样，我们不会说我亲妈妈，不会说，我们直接就想亲妈妈，我们等来多拉丢这样。但是如果你是说那个多那个乌怪怪的，是不是？对，你那问人家，你问人家。谁在听音乐？起码我们等你来，起码我们等你来多拉丢。我们直接回答是起妈妈，起妈妈我们等你来多拉丢。这样我们习惯上不会加 o 嘞。
哦，因为老师，我们上一次啦，我们不是有提到说那个我们的那个所谓的数格嘛，就是说鸡前面其实都是省略了那个乌嘛，所以我才把那个乌都加进去了。其实你如果把乌拿掉也没有关系，吉妈姑也可以啦，吉妈姑这样子，吉妈妈姑这样子，紧啦，就是那个老师，你就想把那个乌鸡的话，那个乌都省略掉，没关系，不然我们先让大家习惯那个没有乌的。因为大家可能已经习惯那个没有乌的哈，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如果加乌哈，它在句子上是比较完整的。我知道老师的意思。对啊，其实真的要念一念才能够习惯，因为我们都习惯了。好，老师，我现在把那个每一个乌鸡都还成鸡啦。那这样子的话，在你的语感上，这个比较习惯，对，很自然就会回答。这样，对，是Cingrago kuma nai tu titi， 谁在吃肉？Cingra 是马上就他了。Cingrago kuma nai tu titi。Jika jauhku sumikayai lalan， 在马路上跑步的人是谁？我们如果是中文是这样，我们就会 Jika jauhku sumikayai lalan。有先用自问，然后用这个来回答通不通讯。这样。Ura apake 是那个叔叔。Ura apakeku maulahai tuni awawa， 谁喜欢那个小孩 ？Ura apake 是那个叔叔。Gina kuma futi ai iruma， 谁在家里睡觉 ？Gina， 我们直接会讲的 Gina kuma futi ai iruma。其实我们一般的口语是直接就鸡什么什么这样。OK， 所以我把那个乌去掉之后，整个语感，老师你这样念起来就通顺了嘛，对不对？对呀，对。那我们其实还是要考虑一下那个数格是不是真的加上去才是完整，就是那个乌啦。现在吴老师你这样念起来，感觉上还是习惯没有乌，对不对？对，习惯没有乌在前面就很自然就这样念出来。那老师，我想问一下，如果前面加个乌的话，你能说它是错误吗？还是说只是不习惯而已？可能是习惯吧。可能是习惯的问题OK。比如说你要问问题的话，鸡妈讲乌鸡妈，我们会叫乌是谁？乌鸡妈古拉讲乌鸡妈古里拉娃娃讲乌鸡妈讲乌鸡妈，然后你再回头的话，乌鸡妈妈讲。老师，我懂你的意思。通常你在问的时候，比如说吉马基数，你会说几个周嘎固，他乌吉马基数几个周嘎固，会是这个意思吗？老师，你的对呀。那如果人家问你乌鸡妈古拉娃娃，就乌鸡嘎糟，我们会自然会说他讲的话。所以这是要源自于你的问法是怎么问，他的回答那个乌跟那个没有乌我懂这个逻辑，我懂了。因为乌吉玛真的有这个问法嘛？乌吉玛有没有？乌吉玛古拉娃娃，乌吉玛。OK， 那这样子我可以理解，所以这个语感上可能是要有对话的过程，那个乌会比较有语感，对不对？好，那这样子 OK 这样不过我们这个重点就是我们的构词啊，就是比如说听什么什么的人叫米登伊赖，吃什么什么的人叫古马恩奈，那跑步的人就是祖米盖亚。喜欢的人叫马乌拉亥那睡觉的人叫马布迭爱对，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人物焦点好，这个比较简单我把它存档一下好，那个我们请那个美惠老师，我们进入到第二个焦点动作焦点。动作焦点。用动名词的概念思考。我高拉汉尼妈妈古
Bidengir tu radio，听歌是爸爸的所喜欢的啊。哎，对听不起，那歌是个的爸爸的，爸爸那个对，的不要念啊，老师你再重念一遍，的不要念。听歌是爸爸所喜欢的。好，对对对，下一句，kaulahan ning ragu kakumaan tu弟，吃肉是他所喜欢的。下一句，ularmakan，等一下，ularmakan no faki ku kaulah ni tu ni awawa，喜欢这位小孩是叔叔的责任。最后一句，ayai armaku ka futie ni ina i siwa ai atuki，妈妈在9点睡觉是好事情。怎么念起来好奇怪？我再念一次。ayai armaku ka futie ni ina i siwa ai atuki，妈妈在9点睡觉是好事情。好。看第一句是没有问题哦，爸爸听歌是爸爸所喜欢的。嗯，第二句是乌格乌拉恩里格拉古，嘎古玛恩读弟弟也没问题。下一句乌拉什玛根努法基古嘎乌拉汉读你阿娃娃，乌拉什玛根努法基古嘎乌拉汉读你阿娃娃。喜欢这位小孩是叔叔的责任。我说什么更无法给过？是不是语气要调整啊？语序的位置要调整，会比较像中文。第三句嘛，吼。我说什么更无法给喜过？欢这位小孩是叔叔的责任。对啊，那个中文好像，可能那个母语的部分可能位置要换了，怎么样？怎么会变？或是后面的行动性那个怪那个没关系，我那个美惠老师，那最后一句第三句我等一下改一下，我知道你们的意思。下一句吗？下一句，我爱爱阿什么古，卡夫爹里伊那伊西瓦爱阿杜基，这个也很奇怪啊，那个对啊，主语。也很怪哦。好，老师你等我一下下，我把那个位置颠倒。反正我们把那个前后颠倒，可能是习惯上哦，把它颠倒哦。可能你们比较习惯那个。所以老师后面那2句就是念起来会觉得不是很顺哦，但是好像也没有发现什么错，对不对？对呀，就是好，老师等我一下哈，我把它前后颠倒，你们看看，在念法上你们会觉得会比较顺。那在9点睡觉是好事。好，老师等我一下哦，我现在把它的位置颠倒哈，等我把它存档哈，你们看看是不是这样子念会比较像那个你们习惯的念法。美惠老师，你再帮我念一下后面那2句。好。Ulah tu ni awawaku, harmakan no faki. Ulah tu ni awawaku, harmakan no faki. 喜欢这位小孩是叔叔的责任。好，下一句哦。Ukafuti ni ina i siwa ai atuki kung ayai armak。妈妈在9点睡觉是好事情。Ukafuti ni ina i siwa ai atuki kung ayai armak。好像有比较好啊。
比较好，比较顺吗？好，要像我中文再把它改。像中文的吴老师有他的看法。也比较像中文的意思。有，比较哎对了，呀，我把这个啦，那个少一点那种修饰的哈，让你们这样念起来会比较顺。事实上，那个中文应该要颠倒，没关系。老师，你再念一下最后一句。好，最后一句是动作焦点这里嘛哈，乌嘎对对夫爹以西瓦埃阿杜基古nga埃埃阿什 mark 是吗？哎，上面嘛，对对对对来，对啊，你念完了那中文，对，我现在是念动作焦点这个吗？对你对哈，刚念了，没错，好，对，好，在9点睡觉是好事情。乌嘎夫爹以西瓦埃阿杜基古nga埃埃阿什 mark 嗯，在9点睡觉是好事情，这个可以。所以老师你这样子念比较顺吗？可以啊，比较顺啊。乌嘎夫爹以西瓦埃阿杜基古nga埃埃阿什 mark 在九嗯点睡觉是好事情。 ，OK。啊，上一句呢？上一句也 OK 吗？上一句，乌嘎乌拉杜尼阿瓦瓦古拉什玛更努法给。喜欢这位小孩是叔叔的责任。乌嘎乌拉杜尼阿瓦瓦古什么更努法给？什么老师，更努法给？我改一个字哈，老师我们的照顾怎么讲照顾啊， ？B 是不是 B？比比不对对对，我改一比下哈，因喜猫为也可以。喜欢感觉就是中文上也是怪怪的了，我们用那个喜欢应该是一种状态哈，我们来把它改成那个照顾哈，比不嘛？对，嘎乌拉乌拉杜尼阿瓦瓦古不是 B，比利波，比利不度，哦，比利不杜哇尼古，拉什好，我么更存档一下哈，好，因为有时候可能那个会比较需要比较正确。老师，你再念一句这一句，这样你好。念起来会不会更顺？哦，比利不杜尼阿瓦瓦古拉什么更努法给？是照顾这位小孩是叔叔的责任，是这样哈？可对对对，以啊。这可以哈。好，老师嗯，你再等我一下哦。我们可能是那个啦，中文的翻译本来就不太好了，所以那个什么那个翻成阿美语也没有很。老师，我现在再把它颠倒回来哈，你看看是不是这样也可以哈？你要念吗？还没，老师我还没有改哈，嗯，等我一下，我把它颠倒一下。老师，我现在颠倒哦，我先念给你听啊，你看看顺不顺哦。我现在是说乌沙什么跟努法基古比西比利波你娃娃娃，这样子听起来你觉得顺吗？好像可以的，哦，比利不改为乌达德玛根，乌达德玛根努法基乌比利波娃娃，拉什么更努法给？古比利不杜阿瓦杜尼阿瓦瓦，他看他老师，你念念看顺不顺？哪一句？就是乌拉什么更努法给？古比利不杜尼阿瓦瓦。照顾这位小孩是叔叔的责任。这比较通。可以哈，嗯，可能是因因为为那个照顾是一个工作，比较感觉上会比较像，对对对，它比较像啊，比较像工作，比对较像对对。好，那老师你再看这个最后一句啊，那个我如果把中文改成说，癌，把癌下放进前面的，对吧？好的事情就是在9点睡觉，
好怪哦，这个中文。因为老师，你看我们要符合那个翻译的顺序的话，因为孤是主格嘛，对不对？主格后面要接主词，那因为中文的话，主词要先翻译，就变成是哎呀啊什么，就是好的事情哦。那再来是什么呢？是在9点睡觉，所以我们这个中文会变成颠倒，是好的事情是在9点睡觉，好像中文讲起来怪怪的。因为9点睡觉跟好的事情好像不太怎么样。老师，那我如果改成这样哦，如果在那个9点以前睡觉呢？9点以前就是在哎呀，对不对？哎呀，你希望爱读给。那个哎呀有没有喉舌音呢？有。对。好，如果我把它改成这样呢，就是说，老师等我一下哈，我把它前后颠倒。因为老师提到一个重点哦，9点睡觉跟好事情哦，它不见得有一个，因为我们中文就是讲话比较没有那么精准，但是如果阿美语可能要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概念哈。好，美惠老师，你再念一遍看看这个会不会你念起来就比较顺了。好。ayay asamaku kafuti ayau nusiwa ay atuki， 在9点睡觉是好事情。叫9点以前。9点以前啊，在9点以前，你ayau y 啊，对，你ayau，要加个 y 吗？ ayay 没有，等一下我看错了。ayay asamaku kafuti ayau nusiwa ay atuki。在9点以前睡觉是好事情。那你做这个，可以了。交换那个。这样子，老师你的语感可以接就比较 OK 了，对不对？可以了。可以语感，OK。ayau nusiwa ay atuki， 可以了。好，那回到吴老师这边，吴老师，那这个后面这2句这样子改完之后，是不是就比较顺了？对，比较合理的感觉了。合理，对，比较合理。事情比较合理，就是那个照顾是很合理的。OK， 对，因为喜欢一个小孩子不是责任嘛，真的怪怪的哦。对呀，比较不合理的。不合理，没有错。对呀。好，那这样子哦，好，现场有没有人听完之后哦，有疑问的也可以提出来哦，我把它存档一下。好，我这样子，我们用那个编辑完的版面看哦。各位你们看哦，这边有什么规则哦？这个动作焦点哦，你们就想，如果你们英文不错的话，就把它想成是动名词哦。那我们看一下阿美族的动名词怎么呈现呢？我们本来是咪登叶，那咪登叶是什么？是动词。那你要把它变成名词哦，就把咪变成 b， 很简单哦，变成 b 登叶。所以比登叶读拉 Q 的话，就是听歌，这个就是名词哦。这整句是个名词哦，听歌哦，因为我们感觉上听歌应该是动词哦，如果你用咪的话就是动词了。同理可证哦，我们看一下这个嘎姑妈恩读弟弟哈，这个是动名词哦，因为姑妈恩哦是什么？是动词。那你要把动词变成名词，前面加个嘎就可以了哈，变成嘎姑妈恩就变成动名词了哈。所以嘎姑妈恩读弟弟哈，它是名词哦，就吃肉这一件事情，吃肉这件事情。好，我们来看一下第3句哈，那个 be put 读尼啊娃娃哈，这个是名词哦。如果你要变动词，把这个 be 变成 me 就可以了 ，me put 哦，但是你是变成动名词嘛 ，me 要变成 be 哈，变成 be put 读尼啊娃娃哈。好，最后一个是那个在9点以前睡觉嘛，嘎夫耶，你爱要努喜欢爱啊读 k 哈。你看这个
这个 gafde 就是什么？是妈型的哦，它要变成动名词，妈要变成嘎哦。这个全部都符合所谓的动词转名词的规则哦，我们就叫动名词了。好，我这样子解释哈，如果听不懂的话哦，没有关系，你慢慢接受。我们阿美族的姑后面一定要接名词。那如果你要接动作的话，请把它先变成名词哦，咪变成 b， 妈变成嘎，中缀的 om 前面加嘎哦 ，om 要保留哦，大概就是这样。哦，听不懂没办法，大概是这样子哦。那吴老师，我这样说明的话，会不会对你感觉上在教学生有理解那个动作焦点或动名词的概念？这个要到高中哦。高中没关系，我们这个部分先写，对啊。好，这样子说明的话，会比较理解什么时候用动名词嘛，对不对？对，动名词。对，就是我们把动词变成名词，放在估的后面。变成名词，动名词。那现在我们是一直飙高音。OK， 好，那现场有没有还不理解的？哦，这吴老师讲的没错啦，这个可能要到高中了，因为这个有牵涉咪型动词、妈型动词，还有中缀的动词，然后他们是动词转成名词的时候，哦，原则上你们会发现这个动名词就跟阿美语的祈使句的那个动词是一模一样的，哦，一模一样的哦。所以你们如果不了解的话，这个动名词你把它讲成祈使句的那个动词就可以了。是句，命令句。对，命令句的那个动词，你看比登耶就是命令嘛，嘎古玛恩那个，比西波就是如果你念比较强一点，就是祈使句，嘎爹有没有？命令你睡觉。对，对，对，但是它在这边就是动名词了，它就不是命令句了。对，动名词。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进入到可能这个更是高中才能教的好，美惠老师你先念一下，我看一下前四，我看一下前三句，我们先前三句。好，受事焦点咪型动词。Uni a rahiugu midengi lani mama， 爸爸所听的是这首歌。下一句 ，Uni a rahiugu midengi lani mama， 被爸爸听的是这首歌。第三句 ，Uni a rahiugu kinadengir ni mama， 曾经被爸爸听的是这首歌。可以哦。好，老师，这三句你的语感上都正确吗？正确啊。Uni arahioku kinadengir ni mama， kinadengir 曾经被爸爸听。可以啦，我的语感是可以。好，那老师我从第一句开始咪登一烂咪登一烂，这个所听的正确吗？正确。好，第二句马登一赖被听的正确吧？对。第三个是吉那登燕是曾经被听的，可以吗？可以啊，曾经被听的。老师，我们进入到我这边有一个连结看那个后面有一个概念3之1，我点进去好，我们点到概念3之1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被动的部分。莫晨，拜拜。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被动句的部分老师，你帮我念一下这3句。被动句在哪里？你还没有换？还没换页还是原来的？是吗？我再还在原来的。那这变成网络变慢了。还没有换，画面还没换呢。对，我们这边受事焦点的部分会比较久一点因为这边其实大概是那个南岛语里面那个
比较难理解的部分，我们大概讨论会比较多一点。好，老师你来念一下这个好了被动的句型哦。好，2被动句型，爱对的人事物。嗯，看一下哈。被打的，马斯蒂埃尼嘎造，被嘎造打的。乌尼阿娃娃古马斯蒂埃尼嘎造，被嘎造打的是这个小孩。打造，马嘎奈努行系被老师吃的。乌拉阿弟弟古马嘎奈努行系被老师吃的是那块肉。下一句马嘎达瓦赖，马嘎达瓦爱努尼阿法基被这位叔叔笑的。乌亚阿嘎巴古马嘎达瓦爱努尼阿法基被这位叔叔笑的是那位青年。OK， 好，老师这3句哈，我们讲句子就好了。这3个句子你的语感上是正确的吗？你阿娃娃古马斯蒂爱你法嘎造可以哦。可以哈。可以。乌亚阿嘎巴可以哦。可以哈。好，老师我问一下，你那个第3句马嘎达瓦爱哈，你们有这种讲法吗？被笑的。有啊，马嘎达瓦爱有哈 ，OK。被笑，对。好，那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呢？那表示这3个句子，这个3个都是被动哈。那我们回到原来的那个地方，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教材很棒哦？还可以跳到另外一个概念。好，你看到我们第2句哈，乌尼阿拉提古马等于赖哈，妈加爱哈，一般我们咪型动词哈要变被动就变成妈，那后面加一个 ay 就会变成被怎么怎么的哦，被怎么怎么的哦，就是被打的、被听的、被看的、被揍的这样哦，就是这样子来的哈，妈什么什么爱。好，概念。那老师，我们再到第3句，我再连到概念37之6哈。好，老师你帮我念一下这2句哦。还没有出来。还没出来哦。等我一下，我重新整理哈。这边可能就是我们就可能要花比较多时间讨论这边，因为受事焦点哦。其实如果现场如果人不知道什么叫受事焦点呢，阿美语就是阿美语的被动句型就是受事焦点哦。那因为那个南岛语啊，它没有所谓的被动句型哦，所以你只要想到被动句型就是受事焦点。好，美惠老师，你有看到了吗？有了。字会不会太小？可以。好，那你念2句后，整个完整念完这样。上面嘛哈，法拉丢咪形动词字根，咪法拉丢动词，马法拉被丢动词，嘎法拉被丢动名词，吉纳法拉曾经被丢的名词，与马法拉害被丢的类似名词。句子Uma angku kina falah ni panai inajila。昨天被板奈丢的是什么？句子我再念一次哦。Uma angku kina falah ni panai inajila。昨天 kina falah 昨天被板奈丢的是什么？好，没问题。下面第2个顿切断，咪形动词字根。米格顿切断动词，马格顿被切断动词，嘎格顿被切断动名词，吉纳格顿曾经被切断的名词，以马格多奈被切断类似名词。句子乌尼阿吉朗古吉纳格顿尼嘎造伊纳吉拉。昨天被嘎造切断的是这棵树。好，老师，这2个针对句子句子1跟句子2，你的语感上是正确的吗？正确啊，正确的哈。你本来正确的。
好，老师，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哦，gina 有没有感觉是曾经的感觉，在你的语感上？吉娜有啊，被他丢的。吉娜发啦，吉娜发啦，曾经被丢，就是被丢的东西有。对，它跟那个马法拉亥差在哪边？这两个 gina 法拉跟马法拉亥差在哪里？马法拉亥就是被丢了。被丢了，对，啊 gina 法拉，曾经被丢的。所以这个因为被丢的一定是曾经被丢的嘛。这两句如果在使用上有没有要特别分是过去式跟或者有特别，还是说两个可以互用？吉娜发啦，已经丢了一段时间吧。马法拉哦，亥。所以老师你的语感上 gina 法拉是比较像是被丢了一段时间的，就是可能上个礼拜就丢了，你会这样子讲？会啊，我会讲到曾经被丢一段时间。如果是马法拉吉娜发啦，亥的话，可能只是描述说啊那个东西刚刚被我丢了啦，马法拉亥，嗯我这嗯，样解释我通吗是这么想， ？OK 我 OK。的想法是这样。好，那欧老师呢？吴老师，你这边的概念是这两个字的话，它的差别，或者是它里面有那个共同的地方，你的解释是怎么样？比如说看到那个东西丢掉那个谁的什么，哎呀，你拿发啦，你把那一声，就是把那就像那个美惠讲的，好像某某人所丢掉的东西这样。就有一段时间的有那种对，感觉。反正有感觉是给他发啦，虽然是丢掉一段时间的，给他发啦，你把那一声，把那害你把那丢的这样，把那丢什么，把那害你把那一声，给他发啦是把那曾经丢的东西，所以是一段时间的曾经丢的东西，有这个感觉。哦，那这样子的感觉就更对了。嗯，好，我这边介绍一个规则哦。事实上哦，那个老师们的语感上 “gina 发啦”这个字啊，它其实你们看一下，我们看那个动名词，它是马发啦变成嘎哦，妈变嘎嘛。那我们在前缀里面再插入一个中缀，叫做 in 哦，它就变成 gina。所以它为什么会有被丢的？因为它是嘎发啦变来的。那加上 in 是什么意思呢？阿美族如果加上 in 这个中缀是被丢的内容物，就是被丢的那个东西哦，被丢的内容物。比如说巴若叫做装嘛，比纳若就是装的内容物，就是加了一个 in 进去哈，就会变成是那个内容物。所以这个被丢的那个内容物就是曾经被丢的东西，大概是这样。同样的道理哈，我们看一下这个下面这个马格顿是被切断，那你把妈变成嘎哦，变成嘎格顿哦，那在嘎中间再插入一个 in 哦，就变成吉纳格顿，就是被切断的内容物哦，就是那个树啦，就是如果这个句子来讲，就是那一棵树。这个跟各位讲事实上你们在任何语法书是看不到这个分析哦，所以老师我这样子用这种方式分析，你们在逻辑上可以接受这样的分析方式吗？顿，因为我们很少听到是嘎个顿这个话，对，嘎个顿嘎格顿不会单独存在，它是为了要加 in 啊，就是 gina 那个 in 插进去，它就先把妈变成嘎，那个嘎这样塞一个 in 就变成 gina 这样子。对，同理那个发辣也嘎发辣也是这样来的啊，它变成妈变成嘎，啊嘎再塞一个 in 就变成 gina 发辣，就是这样来的。老师，这个逻辑很通吗？你这样子感觉起来有没有正确？因为你刚刚讲的第二个就是说内容物是我比较了解了，因那巴拉就是那个所丢掉的东西，对，没有错。丢掉的东西像因那巴拉，那我们就妈变嘎的这个过程我们比较不熟。对。因为阿美族它很特别，咪一定会变成 b， 妈一定会变成嘎，这个它就是有这样的规律。如果要从动词变名词的话，
那个凯明老师，是，我也跟那个谁那个吴老师的那个感受哈，对那个妈到嘎这个地方的那个转换转换哈，不是，比较熟特别是在那个嘎这个地方的时候，嘎巴拉来讲的话哈，嗯，一般都不会有这样的语句来讲了。但是嗯，当然你是用那个你这个动词名词的方式来写的话，或许是可以，但是嗯，那到嘎这个地方很感觉没有那样的那个语句了。对对对，我懂你的意思。好，我知道怎么改了哈。老师哈，因为我后面有一个地方哈，会把这个东西称成那个词干呐、就是说它不完整，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它必须还要再加那个一个。老师，我举个例子哈，那个马里克老师，我先跟你对话一下，你麦克风先打开一下哈。好，马里克老师，你看那个生小孩怎么讲？好不错，马哪里？马后 foot，对不对？对，对啊，好不错，老师你看哦，你把妈变成嘎，对不对？变成嘎后 foot，对不对？搞不是快有一点就是老师没关系，我没有要你翻译哈。你看哦，嘎后 foot 后面你再加一个 an 变成什么？搞不正了，你嘎后 foot 是说在站嘛，对不对？搞不正？站，高夫站出，生地，对，对不对？是不是出生的日期跟出生地那个嘎后 foot 它只是一个词干，它不完整。它还要再加一个后缀，所以我现在跟你们要解释的就是说，这个嘎发拉跟嘎格顿哦，它不完整，它后面它还要多加一个缀词，像这边就是加了 in 嘛，变成嘎发拉，变成吉纳发拉，再加一个 in，就像我刚刚讲的，马后 foots 变成嘎后 foots，对不对？就变成嘎后夫站，变成出生的地方，其实是被生的时间，对不对？对，对哈，老师你理解我的意思哈？其实阿美语它的规则就是这样，我们一般生小孩是用咪吼 foots 生嘛，咪吼 foots 被生是马吼 foots，对不对？那你要把它变成另外的缀词的加进去，你必须先把妈变成嘎，变成嘎吼 foots，那变成嘎吼 foot 站，变成被出生的时间，就是我们的生日啊，是，这样可以哈？可以，对，它这个逻辑，所以我们讲这个嘎法拉跟那个嘎格顿哦，它不完整，它就是一个词干而已。我把它修正了，我不要写动名词，就是一个词干，它还不完整，这样可以哈？可以。好，那这样我们就大家有讨论，我们就把它修正，因为你讲动名词可能感觉好像是完整的一个词汇，我们说它是词干就好。然后不站。吴老师，我这样子解释会不会比较顺？对啊，你后面再加一个后缀会比较完整，会让人家比较了解加一个嘎以后的感觉。对，没有错，因为我现在是把它切开来，因为要一步一步把它推到那个 Gina Fala 跟 Gina Gadun 嘛，所以一步一步推了，大家才比较理解说它是怎么变来的，这样可以哈？好，可以哈，好，那我们就回到，因为这个其实也在阿美语的那个缀词也比较难理解，因为我知道排湾族有很多前缀加中缀，就是插在前缀里面再插入中缀的很多，排湾族很多这种词汇。那阿美族的话比较没有那么多但是其实我们也有好，那我们那个现在前面3个嘛，差不多我们有概念了嘛。那我们现在是8点
7分哦，那我们休息到8点17分再回来。好，就一次把它念完。好， 4句，对，好，咪形动词这个后面4句，对对对好，开始念了吗？对对对，可以开始了。好，1、2、3、4，好。Uni araliogo，打等于认你妈妈。一直要被爸爸听的是这首歌。下一句，Uni araliogo，mi爸嘎等于认你妈妈。爸爸可以听的是这首歌。再念一次哦。Uni araliogo，mi爸，好，怎么那么难念？mi爸嘎等于认你妈妈。爸爸可以听的是这首歌。好，下一句，Uni araliogo，mapa嘎等于来，mapa嘎等于来你妈妈。可以被爸爸听的是这首歌。好，最后，Uni araliogo gina baga等于你妈妈。曾经可以被爸爸听的是这首歌。看一下。老师，你慢慢看哦，因为这边的比较老口哦，它有一定的对，规则，你看看那个规则在你的语感上是不是合理的？我看一下。Uni araliogo，它等于认你妈妈。一直要被爸爸听的是这首歌。这句可以。可以哈，好，下一句，Uni araliogo，mi baga等于认，mi baga等于认你妈妈。这个就很少讲诶。再下一句看一下，Uni araliogo，ma baga等于来你妈妈。ma baga等于来可以被爸爸听。ma baga等于来可以翻成被爸爸听的吗？还是 ma baga等于来？等一下哦，看一下下一句。Uni araliogo gina baga等于gina baga等于你妈妈。曾经可以被爸爸听，这后面2句就很难理解了。OK，好，老师，我给你一个词组哈，老师那个好，巴嘎登叶，如果是把它翻成可以听，对不对？baga等于可以听嘛？你是这样翻译对吗？那如果，baga 是等于可以听，对，那你加一个米按的米巴嘎等于烂的话，这样的逻辑你可以接受吗？ mi baga 等于烂，把等于可以听，mi baga 等于烂。很少这么说了，mi baga 等于烂，我好，就这里就很难理解。没关系。看一下，好，老师，我们一步一步来哈，因为我们大概好，会在这边花很多时间。好，我们第一个，我们来嗯，看一下概念45之一哈。没关系，老师，你那个语感不对就不对啊，因为这个也不是那个有正确答案，它只是按照阿美语的语法的逻辑推出来的句子。如果你觉得不顺的话，它就是真的不顺。不是还在思考，可能其他人会这么说啦，是我的话就很难这么说。OK，现需要在的看状况。现在的网络好像又有点慢，等我一下。奇怪。好，又出来了。好，我再连一次哦。好，可以了。好，老师，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有一个概念，我们先厘清哦。我先不要用切换的，我直接把它对应比较快。那这个
好，我们先看一下那个一直要被爸爸踢的这个概念。我们先看这个句子。好，老师你帮我念这个第一句哈，先这个第一个。好，前缀加动词之根，单向重复动作。感恩吃动词之根，感恩一直吃动词词根，感恩一直要被吃的即食物动词词根。句子一，乌迪迪古嘎嘎恩努马贡，我的食物是猪肉。OK， 老师我可以，可以吗？好，老师我问你哦，嘎嘎恩嫩呢，在你的语感上啊，有没有一直要被吃的感觉？嘎嘎恩嫩一直要被吃的，对，嘎嘎恩嫩吃的食物吧，只就是它的，讲嘎嘎恩嫩，我们把它翻成食物啦，因为食物就对，是一直要被吃的啊。一直要翻成一直要被吃的，没有，我们一般不会这样翻，嗯一般不会这样翻，一般会翻成食物，直接翻食食物。物，那我的意思对，是说，你看哦，感恩是吃嘛，感恩就是一直吃，然后感恩嫩就是一直要被吃，那它引申就是食物的意思。这个逻辑你可以接受吗？嘎一直吃嘎嘎啥，一直吃嘎嘎嫩，嘎嘎嫩。这里有一点味道是专吃的食物，主要的食物。对对对，哦，这样，嫩哈是这样，它就是食物也没有错，可是呢，它主要吃的就是这种食物。嗯，主要吃的嘛，对。嫩主要吃的食物，好，没关系，因为我们再多看几句哈。老师，你先保留这个第一个的那个感觉哈。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第二个，对，下面这个动词字根后缀，双向重复动作，是跌打动词字根，杀是跌，互相打动词词根，玛莎是跌互相打的状态动词。句子二，那玛莎是跌长拉伊那吉拉，他们昨天曾经互相打架。OK，这一句可以吗？可以。好，老师，我们继续哦。第三个，好。形容词字根程度变大，大的形容词字根，很大的形容词。句子，古干麦你妈妈，爸爸的手很大。可以，这个也可以哈。可以。老师，那如果他这边的答案重复子音加 a 变成答案的话，你的感觉是不是它的有程度变更大的感觉？有吗？在你的语感上？有啊。有哈。答案就变大。好。有。那我们再往下面看哈。好，老师你看这个。地点、空间、形成方位。鲁曼屋子地点，拉鲁曼屋内名词。句子，马乌拉嘎古啊，马拉霍伊拉鲁曼，我喜欢在屋内吃中饭。马乌拉嘎古啊，马拉霍伊拉鲁曼，我喜欢在屋内吃中饭。可以哈。所以老师，那个如果是一个地点的话，如果重复子音加 a，它会变成是
有方位的感觉，这个拉鲁玛有在屋内的感觉，对不对？有啊，拉鲁那玛，老师，因为他这个是我那个啦，其实语法书上已经有写了，比如说不大就是外面嘛，不对，不大是什么意思？庭院庭院呐，对不大，不大是那加一个八不大就是在外广场面，对，就是在外面的，外面，对对，嗯它这嗯个就有地点，如果重复子音加 a， 它会变成是一个方位嘛，对不对？嗯，好，没关系，我们先把这些先讲一遍。那这个我们刚刚讲过了，就不用复诵了。好，我这边要提到的话，我们再回到刚刚我们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动词有两种的重复子音加 a 有两种的意思啦。一个是就是说感恩，如果你重复子音加 a 的话，变成感恩哦，那它的中文翻译会变成一直吃。好，另外一种是像是跌这个哈，如果你重复子音加，会变成互相打，所以它有一种叫做单向重复，哦，就是同样的动作一直做。那一个叫双向重复，就是两个人都做一样的动作，所以打的话会变成互相打，而吃的话会变成一直吃。哦，老师，这样的我们先把这样的逻辑先定义出来，为什么要这样？我们回到这边了。好，老师，你再看这一句，你阿妈漂泊，他等于认你妈妈，所以老师你的打等于认你会怎么翻译？他等于认要听的，因为等于是不是听，对不对？对，搭等于加搭是不是一直听？嗯，有这个逻辑哈？他等于认要一直听，对，你阿妈打漂泊，等于就是等于是听，听啊，再重复子音加 a 就是打等于就是一直可以哈。那再加一个可以， en 嘛，en 是我们上次讲的，有点是受事焦点，它是被动句型，就是一直要被听，可以吗？所以这个翻译哈，我们要翻一直要被听的话，是很就是口语很老口的，所以我们中文会翻成爸爸听的，直接就这样翻，爸爸听的是什么？听的，对，爸爸听的。哦，那如果你要翻得更直白的话，就是一直要被爸爸听的，就是爸爸，就像刚刚处长有提到，爸爸主要听的是什么？就主要听的那个东西，这样可以吗？好，可以。因为老师，你这一句你刚刚没有什么问题嘛，对不对？对啊， OK，因为我们只是先把这个复习一下。好，吴老师这边，老师你这边刚刚讲比较久一点，吴老师你针对这个答等于认我们刚刚那样子的字根构词分析到句子，这样子的逻辑是不是顺的？哦，那个只要讲到打等于认，如果单独是打等于认，就是要准备听的。那如果是用一直的要准备一直听的，那还可以接受这个打等于认。单独是打等于认是要准备听的，这个东西是在准备听的。也就是说，如果是用一直的话，就准备一直要听的是一首歌，还可以接受。可以哈。你要他丢过打等于认你妈妈。以后这首歌就是爸爸就要听的，应该可以这样解释。OK， 所以因为这个，我们就是按照那个构词的逻辑去翻译了，所以这个翻译会有点硬了。其实那个这个比较直接翻的话，爸爸要听的是这首歌，其实这样翻就可以了。那但是我们在翻译上，为了让大家知道这个构词的原理啦，所以会变成等于是听，打等于是一直听，打等于认就是一直要被听，就变成会故意这样子翻译，让他们知道这个构词的逻辑的。那原则上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那我们进入可能大家比较没有办法接受的，我们来看第二个。好，美惠老师，你来念这一句。好，能看
动词字根，咪能看动词，嘛能被看动词，嘎能被看动名词，巴嘎能是被看，即可以看动词句子。巴嘎能今拉多迪利菲尔尼尼，他今天可以看电视。好，老师这一句的话，你这个你感觉起来有没有问题？还是你念起来很顺？很顺呢、很顺哦。我们把那个动名词对都改词组，大家会比较习惯。先不要用动名词哦。刚刚马里盖老师有提到哈，我们就改成嘎能把它变成词组，因为是不完整的构词哈，那再加一个八，所以把嘎能的话，老师你们的翻译是可以看嘛，或者是能够看，对不对？能够看，可以看，对，没有错哈。好，没错。老师，我现在就不是把巴嘎能当成一个新的一个复合型的字根哈，我在前面加一个咪，后面加个按。老师你念念看，咪巴嘎能按，你可以接受吗？ ay 吧，你把干能爱，老师你是用爱比较能够习惯，咪巴嘎能按可以吗？就是我们再加一个米按的话，它能不能构成这个字？就是说，它可以看的内容物。能安，你把干能爱，有没有办法？没有，不一定有办法，因为我只是构词看看呐。所以米巴干能按，我们回到刚刚那个位置哈。好，就是我们要解构这一句话到底合不合理。美惠老师，你再念一遍看看这一句。Uni arahiogo, mi paga tengilan ni mama. Mi paga tengilan ni mama. 你阿拉的过那个，Mi paga tengilan，爸爸可以听。Mi paga tengilan，请接受哈。好，美惠老师，你念第一句，你念第一句。Uni arahiogo, mi tengilan ni mama。这句可以吗？好，你再念一遍这一句。Uni arahiogo, mi paga tengilan ni mama。Mi 还是 paga 不能接受。 tengilan，哎呀那mi 好， paga。好，没有关系。美惠老师，你在念倒数第二句。Uni arahiogo, mapaga tengilai ni mama. Mapaga tengilai ni mama. Mapaga tengilai 可以被爸爸听的。Mapaga tengilai 这个好奇怪哦。OK， 好了，我不知道哪里奇怪。美惠老师，你不行就不行，我只是让你多念几遍。不行的话，这个构词的原理就不合理，不存在。它这个只是用构词构出来的句子，它不一定是存在的，所以我们这边就要删掉了。吴老师，你是不是也觉得这个句子不存在？对呀，那个你不要看你的翻译中文，就看那个句子就无法怎么解释怎么说这样，所以我们不会这样说的。没有错。好，我把它删掉哈，没有关系的。美惠老师，我们只是在测试哈，因为有时候语法这个东西跟那个实际的使用哈不一定会有连结。好，美惠老师，你再念最后一句，我们来测试一下是不是连最后一句都不存在。好，Uni arahiogo kina paga tengil ni mama。Uni arahiogo kina paga tengil ni mama。曾经可以被爸爸听的是这首歌。Uni arahiogo kina paga
Kina Baka Tengil， OK， Kina Baka Tengil， 曾经可以好被爸爸，应该是可以呢。啊，这个可以啊，吴老师。问一下吴老师，Kina Baka Tengil， 那个把嘎越加念越好好像奇怪。好像多此一起的感觉，曾经被听过，就给他等一就好了呢。 Kina Tengil 就好了哈。Kina 对，我 Baka，就已经达到平常那个肯定前面就有嘛，对不曾经对？被爸爸听过的，对，这是前面的这一对步。就不要再加把嘎，就已经意识就到了。 OK，所以吴老师，如果我把它改成这样子呢？吴老师，你等一下啊、嗯，我把它改成 AY，这样子可以吗？对，那个巴嘎等一来就是那个人呢。巴嘎德基赖是不是指人？指人呢，哦，那这不行，这个不行。巴嘎等一来是巴嘎等一来是指人呢。OK，好，这个也不行吗？好，我们解决了。等我一下哈、好，等一下有讯息了哈，有人有问题哈，我看一下讯息了。这跑得真的很慢哦，不好意思。哦，大家哦一定会觉得我们很像很绕口哦。事实上，我们用阿美族的那个构词原理哈，去构出那个词汇，然后再造句哈。那原则上哈，构得出来不一定会用哈，因为有一些构词哈是那个可能压根就没有人这样讲过那种话。好，我们看一下那个。哦，有那个，我们看一下，好，汪老师的，汪老师这边是苏贤这边有那个五曼古米巴嘎登伊兰米案，巴嘎等一来，巴嘎等一来。对，你看哦，蔡宗涵的字典有呢，苏贤有找到哦，他说五曼古米巴嘎登伊兰，巴嘎有没有？大家有看到那个右边吗？哎，蔡宗涵的字典有这个，我查一下哦，我们来看蔡宗涵的字典可能比较大。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哦，你看哦，大家看一下那个蔡宗涵的字典的，有一个叫做米巴嘎登耶烂，事实上有呢。啊，等一了，等一了，巴嘎等一来。所以这个字是有，你巴嘎登伊烂是你所听到的，对，你所听到的就是你巴嘎登伊烂哈。不嗯，过哈，那个修姑兰阿美他们会用你哦，你咪变成你，我们海哦岸是用咪，咪巴，OK，嘎尼烂是指被听到的东西，对对这是一对个名词，它是被听到的什么对，什么声音，那是指被听到的东西了。还有嗯，秀姑兰就是尼巴嘎登伊烂，所以也有嘛，用你哦对。，OK OK，好，谢谢处长，谢谢处长。所以我们如果严格上哈，它这个构词还是真的可以构出来。我本来是用那个我们阿美语的构词原理去构的，我还没有去真的查过这个字。那蔡宗涵的字典应该是有这个字啊。那如果是吴老师那个吴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哦，那如果我把那个咪改成咪的话，你是不是可以接受？如果你巴嘎等一没有按的时候，你巴嘎等一，你巴嘎等一，你巴有嘎。那个按不要，是不是？你前所以我先面如果是咪的话按不，要加的话，我先试着。
巴嘎等于啦事情。的事情，我们按过你巴嘎等于啦，你说你曾经听过的什么？对你曾经听到什么这样可以哈？对巴嘎等于那如啦，果可以，老师，如果我翻成说你曾经可以听什么？这个中文对吗？我曼谷你巴嘎等于烂泥树，你曾经可以听什么东西？这个中文翻译正确吗？它是可以能够，对巴嘎是能够听的，巴嘎等于就是巴嘎等于都嘎过是能够听的，对，等于烂是曾经听过的，没有错嘛。嗯，所以应该是可以哈。嗯，所以应该是曾经就是就是你曾经能够听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嘛？我曼谷你巴嘎等于烂泥树哈，就是说你曾经可以听的是什么这样？对呀，我补充一下哈，嗯有一个经验啊，我哈，因为我左耳有一点重听，后来到耳科哈，治疗了，听那个测试听力啊，嗯他那个听力就是那个声音有高音、中音、低音，有细音、粗音，就是讲米巴嘎丁伊兰阿苏尼，对你们听到的对那个对对哎，那个在耳科就有这种声音呢，你可以对对对，听得出来啊。啊，比如说刚刚说巴嘎嫩案哈，在眼科也是一样，你对越小对对的那个字越大的，你一再顾巴嘎嫩案说啊，迪丽热就有这个概念了。听着，哎，这个情境我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些。说你听到 OK 好，谢谢处长。处长这样子举例哈，就很清楚的哈。我们在听那个，就我爸爸之前我也有带他去弄那个他的耳朵的那个助听器，也是他们有去测，就是他会测你可以听到什么音频啊。哦，那我们看视力检测也是看那个大小，你可以看到哪一个？你可以看到哪一个嘛？我曼古米巴嘎登米巴嘎能按，你可以看到哪一个？这样对啊。吴老师这样子，汪处长这样解释，好像这个字可以用嘛，对不对？对啊，没有错啊。啊，我刚刚删太快了，我再把它补回去。听到吗？等于 OK，那这样子我们应该是没有问题哦。那如果还有哈，我是再补充一个了哈，是这个有一点间谍的现象了。比如说选举的时候，我们就暗派一个人去另外一个团队那边去偷听讯息，回来的时候就有人问乌马国米巴嘎等伊拉农民说你听到什么讯息？这个对词就有用了，这个就是情境的问题。对，没有错。等于对，这样子，我们如果有情境哦，处长举例那个情境哦，这个词汇虽然这个构词有一点点的复杂哦，但是如果情境对的话，应该它的那个这个构词的逻辑就是正确的。所以米巴嘎登伊烂是一定会存在的嘛。那我们现在来讨论下一个字哦，那马巴嘎登伊赖呢，它是不是应该也成立？马巴嘎登伊赖是不是应该也会成立啊？等于赖，对，嘎等于烂，一个是那个能够看的、能够听的啊，这个是可以被听的。马巴嘎登伊赖，比如说哦，如果我们也用情境的话说，这个是人家的秘密呢，那个只有我能听。马巴嘎登伊赖，对呀。努马古，只有我可以听的，你们不能听。我这样子讲情境，马巴嘎等于赖是不是可以用？马巴嘎等于赖，所以这个秘密只有我可以听，这样。马巴嘎等于赖，所有听到的，知道吗？对呀。马巴嘎等于赖，所有被
所有给听到很多人听到的意思。马巴嘎等于看一下，等一下，刚刚苏贤说字典也有，真的也有。你看，你们看一下这个字典也有呢，马巴嘎登伊拉也是有哎。马巴嘎等于来都，哦，对，这个也有，哎，所以真的有呢。都。吴老师，你可以接受这个吗？马巴嘎登伊拉。如果先不要骂的，巴嘎登耶是巴嘎登耶来是有听到的，巴嘎登耶来都可以接受啊，已经可以听到的意思。阿妈已经可以听到，巴嘎登耶来都什么巴嘎登耶来都已经可以听到。像他这个案例哈，感觉很像是那个阿嬷，应该她的声音很小了。她说。马巴嘎登伊来读书啊，及阿嬷啊，不对，应该是阿嬷的耳朵不太好，对不对？他可能有加了助听器的时候，他就说哦，马巴嘎登伊来读书啊，及阿嬷这样子，我这样解释对吗？这样子会不会就马巴嘎登伊来就是他可以听到声音了的意思？应该阿嬷可以听到声音了，巴嘎登伊来都以前可能不是很清楚听到，现在。现在可以听到，不可等于来的，现在可以听得到的意思。OK， 好啊，美惠老师，你现在我们这样解释之后，你刚刚一直觉得这个字怪怪的，那现在感觉起来，马巴嘎登伊赖是不是就可以解释你的疑惑了？有啊，可以的，我有在看我马巴嘎补充一下登伊赖。这是汪处长请。我补充哈，它有2个意义哈。马巴嘎登伊赖是能听到的人，另外一种意思，马巴嘎登伊赖说你所听到的什么东西了，对，它的层次有不同，这个都是指那个，它是名词，不定代名，不定名词了。对，没错。巴嘎登伊赖是谁？是哪一个？是嘎造还是谁？所以刚刚那个马巴嘎登伊赖是听到的人，马巴嘎登伊赖是所听到的某种声音。没有错，对。好，谢谢处长哦。所以我们现在厘清哦，我们刚刚删太快了，我再把它补回去哦。好，那我们再来看，如果既然有那个什么有谜案，那应该也有那个啊，吉娜应该也成立呢。那个处长，如果我们把这个马巴嘎登伊赖哈，我们把它再变成另外一个句子，处长不知道这个句子成立吗？就是妈变成吉娜，然后那个爱不要，就是吉娜巴嘎登伊，吉娜巴嘎登伊，就是曾经可以被听的。肯定吉娜巴嘎登伊，曾经可以听到。对，曾经可以听到的，对。吉娜巴嘎登伊现在是听不到。对，比如说哈，我举个例子哈，因为他爸爸以前的耳朵是好的嘛，他曾经可以听到这首歌现在已经听不到了，这样。吉娜巴嘎登伊说曾经有听到过。对，曾经爸爸有听过这首歌我知道了，比如说爸爸过世了，那他有一次又去到跟爸爸一起去的地方，这个爸爸以前听到的就是这个故事，这首歌这样。歌，我你阿拉丢过那个过吉娜巴嘎登伊多。可能那个时候，那个爸爸的阿嬷不让他听啊，他那个时候，他有没有就偷听这样？巴嘎登伊多，吉娜巴嘎登伊，这个有没有？吴老师，
我们跳到那个前面这一句哈，你念念看这一句，就是说我现在框起来的这一句哈。Uni arateo uni arateo kina tengil ni mama。对，这句我们刚刚说 OK 嘛，对不对？对啊，kina tengil ni mama， 这首歌爸爸曾经听过。我们现在把灯夜把它改成巴嘎灯夜的话，就是曾经可以被爸爸听的，这样翻译是不是就有贴近他的意思？ Uni arateo kina uni arateo kina uni arateo kina pakatengil ni mama。Uni arateo kina pakatengil pakatengil。这句老师，你这句话感觉上就比较不容易理解吗？还是说它语句上是有后面你妈妈接句的最后面，这个后面这个你妈妈这边是不是改为什么？Uni ada dia ko kina pakatengil tu ni mam pakatengil kina pakatengil。比较不顺哦。被妈妈这样接吗？还是奇怪？所以这个可能跟上面两句的话，可能 Gina 等夜是 OK 嘛 ，Gina 等夜比较曾经被听的嘛，哈 ，Gina 等夜你妈妈，Gina pakatengil 曾经听过，曾经听过，要不要加度啊？吉娜好像就是有曾经的意思，不是吗？吉娜就是有曾经的感觉。吉娜曾经听过，曾经可以听的这样。吉娜巴卡等于曾经有。现在不能听了啦，以前可以听，现在不能听了。吉娜巴卡等于曾经能够听，曾经能够听过。曾经能够加哈，你吉那巴嘎等于烂，要加 an 才有可能。哦，再加一个 an 哦，才会通了。吉那巴嘎等于烂，你妈妈。我把它加进去哈，哇，这个构词应该是超级难的。这个吴老师，如果加个 an 的话，你的语句有没有比较顺？念念看呐。Uni arateo ko kinapaketengilan ni mama， 也还可以哦。kinapaketengilan ni mama，kinapaketengilan， 汪处长加了 an 的小感觉就顺了，就顺了哈。那老师，那中文你会怎么翻？中文？安是那个时间嘛 ，kinapaketengilan 那个时候听到的，曾经这个是爸爸。我补充一句话，有一个我们会常用的，Uni aradio ko kinatatengilan ni mama 就是这一首歌哦，是爸爸常常可以听的歌，常常听的歌。Uni aradio ko kinatatengilan ni mama 有这一句话是通的哦。OK。打等于烂，我打等于烂，就是爸爸经常听的就是这一首歌啊。这一句话是通的了。不过刚刚那是我尼阿拉六个给那巴嘎等于烂，你妈妈这个是不是有那个情境啊？问题是在这里。对，好。所以这一句可能我们先保留因为这一句可能，那处长刚刚你可以用颜色把它保留了，你不要删掉。我不小心删掉，我把它回复一下，看哪里可以，我再把它复制。你用颜色啊，你用颜色这样就知道它
要不要保留了，还要讨论的意思。OK 好。不过这个因为维基百科它就是有一个问题哦，不给人家用颜色呢，就很讨厌。我把它用粗细，粗细。对，那底线呢？底线应该也可以，我找一下哈。我把它是其说实有一个弄一个星号，或是说带讨论也可以嘛？可以，我这边会注明这样。它这个它可能希望它的版面干净啊，所以维基百科不太给人家用那个颜色。好，那个刚刚处长有提到的，就是乌尼亚拉修古基，哎，不是，对，基那达等于烂，对不对？达等于烂，专门听的，对不对？对，他经常听经的常听的。哦，很喜爱听的。OK，那这个就可以，我先把它存档哦。还好，刚刚那个苏贤有赶快提醒我说那个什么，你看我这边这就比较明显哦，这个有颜色特别把它框出来哈，这样就很明显了。好，那我们今天哦，那个美惠老师，好，对，好，你再帮我们把这个哈，除了那个框起来的不要念之外哈，那你其他的再帮我念一遍看看。等一下，我这边再改一下，我们再做最后一个，因为这个其实算是蛮难的，那个受试焦点其实是南岛语里面最不容易处理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因为各位老师都是那个可以全族语的那个说话者哦，所以可以更把那个受试焦点的那种更精准的东西把它提出来。这个好，美惠老师，你帮我再念一遍哦，我们大概再走一遍哦，然后如果没有问题，今天我们就把这个做一个结论，这样。好，那个框框的地方不要念哈。好，老师你再念一遍。框框的地方是咪形动词这里吗？不是，对，密集那个有灰色的背景，那个就不要念了哈。我看不出哦，好，可以。好，第一，乌尼阿拉六古，你等于让你妈妈。爸爸所听的是这首歌。乌尼阿拉六古，我等于让你妈妈。被爸爸听的是这首歌。乌尼阿拉六古，给那等于你妈妈。曾经被爸爸听的是这首歌。乌尼阿拉六古，他等于让你妈妈。一直要被爸爸听的是这首歌。乌尼阿拉六古，米巴嘎等于让你妈妈。爸爸可以听的是这首歌。乌尼阿拉六古，马巴嘎等于让你妈妈。可以被爸爸听的是这首歌。好，等于来。还有最后一个。好，下面好。乌尼阿拉六古，给那等于让你妈妈。爸爸，对，给那达等于让你妈妈。爸爸经常听的是这首歌。OK，好，吴老师，以上那个美惠老师念的，你这边都 OK 吗？前面都还没问题了，就是后面都要，可能要需要大家再去想一想哦。想一想哦。OK，好，因为没关系，因为这个是那个南岛语言里面阿美族在讲那个受试焦点最难的一个地方嘛，因为那个他们就是那个不会讲这个语言的那个汉人学者哦，他们其实在处理这一块是很辛苦的。那各位都是族语的专家啦，所以我们在翻译这种被动句型，其实你们都轻而易举。
那吴老师帮我们再做一个那个结语，这样我们今天的讨论就结束。好，manurai itu kita hame伤脑筋，你还等好吗？那Tumatira untuk ibadah结果 mahaan asani， 有时候kita mana namai的什么？这个韩国kalau在有些时候我们的口语化的影响到我们，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感觉到不顺，有些感觉到好像怪怪，但是反复的时候又可以这个。Marurai kita kirami ira kulahci ni tayalan ta anini atatayaan sa kami aray kamuan kaputay anini itsalay malali cai hao ta hati ni maparken to kupi kali cai numita masasa tu kita pahan tu kita hao arayom 好来。来，阿拉奇迹。